政治消息来看，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，测试的时阵提出罢免韩国瑜甲所有国民党的立委。不过，民进党讲也未针对罢免具体来讨论。有内野立委张辉表示，国民党是无咧惊，甚至无排除伫咧部分的选区，甲民进党的立委罢免来反制。另外，郭建明嘛提出公投解散国会。 不过，有学者讲，公投的范围并无包括解散国会。我们要双罢，第一个要罢免曾副院长，第二个要罢免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。 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初次提出双罢概念，引起讨论。不过，民进党中央党部是强调，各地罢免行动拢是国民自主行动，尊重党团的看法。不过，民进党无针对罢免具体来讨论，今晚哪位无排除也被提出罢免反制。面对民进党来势汹汹的大罢免潮，我们一定会正面迎战，在一些区域里面。 也会针对民进党的立委，譬如说吴思瑶、吴佩益、苏巧慧、张宏禄，都有可能成为罢免的对象。 朝野继续对立，进前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宪诉法、选罢法甲在位法三大项，行政程序实行有困难。初二针对宪诉法提出复议，郭建明阁出招提出爱公投解散国会，不过学者认为干的是政治服务。 只能做法律的布局，或者是法律原则的创制这些议案。所以呢，如果要用公投方式的解散国会，基本上来讲，唯一一个可能性就是修宪。另外，哪会持卡新北康掌握相关郭建明，捌透过随后投资中国证据，郭建明也伫面册列文提出时间顺序，表示这随后伫2013年投资的时阵，不是伊的随后，佮表示切了一定的提估。很多的名单是在我的手上，是我不能拿出来，因为有个资法的问题嘛。 但到法庭上就没有这个问题啦。你告我，我一定传证人来。民进党立委赖水龙是批评齐卡心故意用攻击郭建明的方式，转移若被立法院内底扩权乱政的现象，呼吁在野都爱站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